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背后了就是港大太牌哈，伊从上届嘅港医师经过了考以后呢，留到下届咧港医院太保实习哈。到了8月23号做太水嘅时间，那水因素都非常严重，都系向前按高哈。到底有乜嘢樣嘅情況會嚟發生？水淹到咁嚴重呢？節目組單位呢，行業嚟演示各嘅地方嚟了解了情況。了到管理單位非常多，除了有縣市嘅水利單位以外，也有中央嘅甚至農田水利費啦，哈。咁樣情況到地方上，按當然呢有辦法嚟解決冇呢？等下行業，仲有太保市唔料理嘅33國王廟嘅面頭前，堂菜地向前已經物界，也撤銷咧從中央到地方嘅水嘅管理單位向台提出辦法嚟營運，也搶向台嘅關係。好，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係太保市唔料理哈，呢種嘅33國王廟嘅面頭前哈。呢33國王廟呢，有人講係明朝嘅昌神宮嗰樣事呢，歡迎來到呢位是稀稀來，因為神像係嗰樣事傳下來嘅。也有人講係清朝中嘅時間呢，天定客家嘅窯品，潮州府嘅窯品嘅先民呢，來到呢邊呢，要起廟來拜啦哈。無論係嗰種嘅昌神宮，也係講呢清朝中嘅時間，來到呢邊客家先民呢，都已經有超過200-300年嘅時間呢。故所呢地方呢，係一隻清頭擺是清有歷史嘅客家莊，不過後面因為呢種嘅時間嘅變化啦，後來鄉親嘅種嘅大鄉下嘛，所以已經好老化。你下聽等港醫院64號煙頭，像你6日嘅江米里，韓國旁順嘅前潭里、後潭里，甚至係種嘅皮鄉里、梅埔里等等，還有超過差唔多有40%啊，40%係屬於有客家帶嘅好老客嘅客家鄉親帶到呢邊，呢度客家鄉親嘅大體都係。有所謂講嘅潮州府嘅窯品客家多啦哈，不過客家人來到呢邊以前呢，行較早以前，差唔多2000年前，新石器時期嘅晚年哈，新石器晚年是有一種史前人類帶到呢邊，故所呢係吳寮嘅考古嘅位置到呢邊啦哈，所以呢個地方頭擺就係隻吳寮內海，仍然才是係隻海，有那個地名有人講頭江啦、江米啦、吳寮啦等等，千到樓水有相關嘅地方。你喺邊係較窩湖嘅地方、較大嘅地方，或淹水嘅地方。嗰個淹水嘅正常咧，也係講有其他無同樣嘅觀察呢，想見邊一邊來討論。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經濟部水利署第5河川局的管理科科長施國順施科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經濟部水利署第5河川局管理科長施國順。好，謝謝。他在為你收嘅係港醫院水利處嘅副處長朱松豪，朱副處長你好。主持人、來賓、各位鄉親，大家好。好，謝謝。再來係港醫師國務處水利工廠科嘅黃國泰科長。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好。再來為你收嘅來賓係台灣生態學會嘅顧問張豐年，張豐年張醫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好，謝謝。好。其實在0823今年8月23號跟24號這2天是在極端的強降雨，在嘉義地區呢，還有整個中南部地區呢，這個降雨的這個量是非常非常的大，造成了很嚴重的災情啊。但這個災情可能現場的鄉親現在想起來都還是記憶猶新了哈。但是我們先跟着新聞的記錄影片去回顧一下當時候的災情是怎麼樣，我們來請這鄉親提出他們的看法來進行討論。第一次看到這麼嚴重，一些排水功能都白做。請問政府，你到底在做什麼事情8月23日熱帶低氣壓帶來超大雨雨，造成嘉義縣基海會淹水，嘉義民鄉高流土入面搶劫太唔同，甚至有民眾不許關頭地下土。啊！無眼查，我袂使過啊。嘿，哦，我是使到迄落就水就淹起來，淹起來就冇得走啊。土嘉義縣東社布台嘅皮無急救將冰落去嘅35萬枚萬載，有差唔多4項不許打走，初步損失差唔多2000萬。這個可能咧加上用來是算規個，規個滿啊，規片真濟咧食。明顯就算講
村变成讲啊，村都无20趴我来食。我甲本浪大战甲33古日，用切腹顺势当严重，当到居民的家私未浸透续度超过3年。虽然有经过调来储蓄机抽走积蓄，但是居民的财产还是都受入损失。等一下就把东西全部搬出去，然后再慢慢扫。不过，唔单抢嘉义县饮水，桃嘉义市的西南国或嘉义县太保市的基里，没有饮水的情形。8月23那一次，大概淹了14户，然后就几乎达到快50公分的地方。关东地区路的天雨山口讲，8月23到24年，12點鐘日錄超過600毫米的雨量，係屬於社區今日仍然300毫米的標準。雖然太熱下排唔出去，國家部分的涵空要做較細，不過該縣排水設備感受允許。这个淹水真的淹得非常的严重哈。那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讲过，它本来就是一个渔寮内海，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本来就是易淹水地区啦。这一次没有台风，这一次只是热带低气压就淹得这么严重。我们来看看，其实这2天呢，降的雨量是611公里。那莫拉克台风的时候也是8月8号、9号2天呢，降的是608公里。这一次淹水呢，其实是跨嘉义市跟这个太保市这边，太保市属于嘉义县这边。那我们先从上游嘉义市开始讲好了。那嘉义市的乡亲先告诉我们淹水情况。我们头港里是在嘉义市最西边，那在过去的话就跟嘉义县交界的。那我印象当中，我们头港里很少淹水，但是在10几年前，因为我们隔壁是机场，自从机场盖了围墙之后，那我们的头港里就遇到大雨或台风天，它就会下雨，就会淹水。那我们有去寻找原因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头港里最主要有2条大水沟，那一直流到裕仁路，然后的那个裕仁路底，变成一条。那这条水沟它是从大中一直到变小，一直到北马角的大排。那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次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经由嘉义县跟嘉义市，那地方跟中央彻底的检讨，一起来帮我们协助把头港里这个淹水的问题彻底的解决掉。谢谢。好，那头港里呢？我们看是在嘉义市这个地方，头港里的这边，好像大溪厝也有我们乡亲来，是不是？好像请这个大溪厝大哥告诉我们，你那边淹水跟头港里一样很严重吗？是很严重。这一次的823，差不多半个村庄都淹了，整个村内的道路跟整个的产业道路都没办法去行走。这个问题除了是说我们村里面的道路两旁的排水沟设计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深度最近它有在开挖，我去看，差不多只有45公分的深度。它在大溪里的排水系统，它在庄尾是属于下游，应该是更深才有那个排水的功能。可是它只有设计差不多45公分。我们那一个村内的排水口，太过狭小，通水断面不够。对，这都是造成我们大溪里内去淹水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是再往下游去走，就是我们的港底跟北马角这个整个的排水系统呢。第一个，它的水门过小，是我们认为比较的一个原因啦。然后再来就是说，水门以下的那个淤积、清淤，应该是我们亟待去解决，来改善这个淹水的问题。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听完2位嘉义市乡亲，他分别来自大溪厝跟头港里那我们就先请嘉义市这边告诉我们说，这2个地区的淹水，刚刚乡亲讲，常年都在淹。那你们这次有看到新的问题吗？还是说这个问题是过去旧的问题？那就乡亲所提出这些观察，您怎么回应？就我观察来看，这些都是属于旧的问题，因为它这2个地区的淹水，其实就是属于大溪厝排水系统的机场分线以及大溪厝分线。
但是这两个排水的话哈，其实它的下游也都是卑马角排水啦，所以也是要整个就是说中游上游的那个整治才可以来改善这样。那我问一下五和局，这卑马角排水基本上是五和局，那你们看到这个问题是要跟市政府来合作，还是说就是你们全权来处理？比如说我们卑马角排水就是我们人体的大动脉，然后他们的七排就是小动脉，像我们大动脉会先清，像我们现在已经有高速公路以下已经有清了，然后他们有清了，我们大动脉清了，然后小动脉还跟着清，这样就像我们人体的血管一样，我们都清了，就不会有那个。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中央五和局，因为卑马角排水是属于五和局管的区域排水部分嘛，所以我们先清这个卑马角大排。好，那这个头港里的，譬如说这个靶子林分线或者大溪错分线，那可能是比较是第2阶段的工作就是了。所以你们先清的是卑马角大排。是。好。那我们听完这个嘉义市部分，我们听听嘉义县的乡亲淹水。好，那这位大哥。淹水差不多好几十户了，最高淹到1楼高，我们那里到腰部了。你们那里到腰部？对，以前都嘉义市的水都下来我们卑马角了，没办法一次流走，都待在我们皮江里了。因为这边是嘉义市，这边是嘉义县。所以呢，卑马角呢就归这个中央的区域排水来看。可是呢，中央可能先清这个大的部分，这些比较小的支线分线呢，他觉得是要先把大的都疏通，大血管通了之后再来通小血管。那可是这个大血管要全部清通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大血管还没都清通之前呢，小血管附近就会积水，就会形成我们嘉义县乡亲的痛苦。那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清淤的？或者说治水的一个逻辑概念，那你有建议吗？还是你觉得说，其实这样的方式应该继续下去推行，假以时日就看得到成效？刚刚提到的卑马角这个排水，它的2侧它大部分都是处于土堤的部分。那它土堤的部分，它平常的水量就不多，所以容易草木滋生。那草木滋生顺着这一个大雨的雨势来的时候，容易把它给冲刷下来，会在这一个一些桥梁或者是箱涵的瓶颈段造成淤积，那淤积的时候，这个水位就会上升，造成这个溢淹的一个现象。那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大概会先从清淤的方式来做这个短期可以做一个立竿见影的动作。那第2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提案部分，如果可以达到区排10年到25年这个保护频率而且不易提的效果的话，这个区排的这个提案整治也是第2个重点。那第3个重点，也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一些箱涵还有桥梁的这个瓶颈段，我们要去做一些改建的动作，应该可以把这个水位做一个疏通。那第4个刚刚有提到那个流经这个皮马角皮的部分，我们可以利用皮马角皮，还可以作为一个滞洪池的这一个搭配。科长就说好，这2个县市的问题，最后都变成是区域排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一次0823以后的检视，就是我们清淤的部分已经到明天就可以完成了。好，那在我们皮马角排水有3.2公里。其中它有6座桥梁需要改建，尤其比较严重的部分是在高速公路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台湾高速公路的就沿线，因为它是一个高堤嘛，所以它的东边就比较容易淹水。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在海边，台61也造成它的东边的淹水，是一样的逻辑。所以我们就像我们的脖子一样，我们这边脖子，如果你要吃东西下去是这边有梗住了嘛，所以你就吞不下去，所以你要把这个瓶颈要打开。然后我们现在有发现的就是这6个瓶颈就是桥梁。然后桥梁其中最严重的是高速公路这个部分。我们的高速公路呢是南北向，所以当东西向的水量流过来的时候，碰到了这个高速公路，它就变成是跟我们施科长讲的一个瓶颈，就水就排不出去，所以东边这一边呢，就会比较是容易淹水的地区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张顾问，就是说，我们当初在做这样的道路设计，或者说在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吗？那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了。那没有比较有效的一个比较整治的办法出来，还是说这个东西就只能一直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然后我们慢慢来想办法？这边的护岸好像不是很厉害，
但是各位你要晓得，像我们的道路这么多，那么道路通常我们会加高，对不对？这个加高就会跟那个湖岸常常会产生那些效应，你水会排不掉。所以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地方你要真正解决水患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很困难。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往哪个方向来解决呢？就是我们人聚集这一个地方，我怎么样就是保护好，尽量让它不要淹。是。但是像这些农地的话，我建议稍微让它淹一下，应该是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说刻意把它弄个湖岸又积水起来，不要这样。但是如果说下大雨，它积一点水，那么这积点水不是很久的话，它退了，对我们农业的损失可能也没有很大。所以我建议湖岸不要加高，那么疏浚打开这个那个孔径不够大的地方往这个方向，还有分开住家跟这个农地那么如果说要滞洪池，这个当然是可以考虑但是滞洪池可能还是会有很多问题。那我先讲到这里，谢谢。这一次呢，我们虽然说跟88风灾比起来，它的水呢是相差不多，只差了这个3公里左右，总量是这样，但是它这个极端的时雨量却是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23号的深夜12点一直到凌晨的这个3点这个部分呢，虽然说这个时雨量是来到60啊58.5毫米，但是没有超过我们这边的这个治水这70毫米。可是它还是淹了。那我们也许先看一下新闻影片，就是说为什么都在这么干排水系统的顺头含迄个淹水，都在那条水排唔出去原因，迄物解，也讲那个排水系统出来物解管理上的问题，先听听新闻记者刚头去了解一下。对，这边的823就才会到这个所在。这样人都走不了了。都走不了，不论是车啦、人啦。都不能走过去。最近往北淹水的高土，嘉义市太溪里的居民讲，台北建落开始继续排唔出去。隔壁的嘉义县太保乡、卑乡里就要开始淹水，来到水的项目管都转去太溪社区，今日停经受害。从这条鼻条路迄个落遐雨来讲，路拢袂通，人上下班8点下班后，因这个也边仔卡的人要转去，因为高速公路落来迄边也袂通。为这边遮鼻条路这边过也袂通，要为大溪厝这边来，哇变做大众玩水遮又去塌掉了，嘛是袂通。居民讲，嘉义市太溪社区往摆就做比塘做临时的顿蓄空间，但是10万年前已经屯内改起做适合社区，全是20万人的家庭污糟水，无经过处理的情形下，只安尼排入嘉义县市各界太排地图。唔但这样，平常时排水沟有臭味，系讲落太热淹到路面空。隔壁的卑乡里居民当然系本人管头污糟水多，脏水啦，洗澡水啦，厕所水啦，什么都从我们这边过去嘛。嘉义市的全部到这边啦，机场的到这边来了。那到那个出水口啊，水塞住了。一定满铁嘛，像这个马路就不能进来了。我们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像这到处什么都是淹的。满起来了，盖住了。但是选进排水沟去下一个方向，所以看得到桥下的涵空，本来有4个人机测到全都日都量的含有作用。国家高速公路下部的涵空设计比前节的河坝还较细，居民认为台北建落太热自淹水，迄涵空设计无好，国家当局无清河坝造成的。以前河道好大哦，对不对？他们你看这几10年都没有看过。不止安尼，停机万了太排，而去排入福治区各界的猥琐，就算水已经退撇了，还係使看得到半夜地淹水的高土。居民认为排水沟涉托河坝经过的猥琐，多年来水经过撇5倍体，将河坝水位提高，天速水不管到转去排水沟，希望系统屯的猥琐清开来改善水流的速度。
好，透过新闻影片的镜头，我们看到是比较是局部区的啊。我们来看一个大的，就是说这整个区域呢，我们比较重要是有这边是很多嘉义市嘛，很多密密麻麻的房子，这边是市区的排水。那到了皮马角这边，我们看见绿色部分比较多，这是农田的排水。那整个是从东南往西北方向，水是这样出去的。那这边是一个平原地区啦，所以这边呢大概是海拔大概30公尺。这边呢，大概是海拔10公尺，所以是缓慢的，这水流是很缓慢的下去。理论上呢，这个水应该是可以出去，可是这边又遇到一个嘉义水上机场，还有刚刚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挡住了水的一个地区啊。当然，当地居民都有认为说，这边的水其实也让这个麻鱼寮大排或周边的这些排水系统，或者是等等之类，造成很大的负担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这边的水系这么样复杂，那管理单位呢？今天来了3个管理单位，那他们分别管哪里呢？嘉义市的，譬如说大溪厝这排水到嘉溪桥段，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嘉义市管的。那嘉义县部分呢是皮马角排水沟和麻鱼寮大排交汇口的这个上游。那五河局管的呢是皮马角排水沟和麻鱼寮大排交汇口的下游，所以比较多是在这边。再来是皮马角排水沟嘉溪桥以动了哈，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管理单位很多，而且可能同样一条这个水从上游到下游，管理单位就都不一样，事权不统一，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的症结点哈？那这样一条个流域呢，有3个单位在管，那乡亲都觉得说，我上次找县政府讲也没有用啊，或者说我上次有跟谁讲也没有用啊，或者10几年来这农田水利会也都不管啊，等等之类，这样的问题一直持续困扰乡亲。我们再把这个发言交给当地的乡亲，这位大哥，嘿，咱这个排水系统不良，下游今麦是不是来到咱这个皮马卡这个北川？北川，这里北川，北川，但是这个北川跟这边的823来讲吼，下水来到这个高工局这个也落这个涵洞的时阵，已经搁堵起来啊，堵甲无法度，变做搁堵起位大家厝的顶悬了去哩。所以是毋是讲，阮拄仔有去交阮遮落，因遮理事长交遮社区的里面，大家检讨，如果咱北川无透袂离的时阵，是毋是咱到西川这边，咱西川这边嘛有一个排水的啊，蓄水池17家的嘛，你17家边有一个下水的，西川的下水。如果遐咱内当来甲开通的时阵，是毋是这样两边开通，北川也通，西川也通，是毋是较袂脱水较真严重？好，谢谢。好，那我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施科长，就是说，这个目前看起来是北川这边，那乡亲说，还有西川那边，其实那边有个17公顷的自虫池，有一个输水的一个排水的部分，这个部分您了解吗？你听到乡亲这样意见，您觉得说这个办法可行吗？皮马角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露水嘛，这边，然后它一直流到这边，所谓乡亲应该说西川就在这边，它是这边它的。就是它的灌溉就是从这边灌溉出来的，可是这边会遇到水上机场，应该讲的是从这边过来吧？这边过来，所以您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吗？还是说执行困难度很高？这样的讲法应该叫做我们讲的分红啦。分红，对，我要问说，这样的分红的概念，目前您听起来觉得可行吗？或者说有在做这样的规划吗？你分红的话，还要就是你会还是会遇到高速公路的瓶颈。还是会遇到高速公路瓶颈，过来还是会遇到。如果分红可行的话，你从高速公路那边就是有变成第2个出口。看来高速公路问题很大，可是又不能把高速公路铲掉。好，那这位大哥，嘿，有13架的，13架半的啦。迄阵就是拢去用侵占的啦，被人家占光啦，无。我有做小长，我有注意小路，迄个甲反映伊讲要清了经费太济无法度啦。五河局有办法要求管理的这个农田水利会比较积极的作为吗？就把这占耕地啊、该清淤都把它都一并拿回来，一并做好吗？可能只有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们，因为我们不是他的主管单位。那可是我们也
讲到说，其实北酸那个地方，刚刚节目开场就是在那边录的了哈。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嘉义市的那个废污水都排进去了，所以我们刚去看到那个现场是这个水是很黑的，然后一放水的时候，哇，泡沫全部流满整个河域，而且那味道非常的不好闻哦。那这个嘉义市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废污水，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嘉义市这边，说你们目前的这个卫生下水道接管率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做有效积极的这个规划？因为事实上，这上游嘉义市的废污水都排到这边进来之后，我们嘉义县的乡亲都泡在那个生活废污水里面。那其实，而且那也是农业生产区啦。那这些如果说河川的水质真的很不好的话，种出来的粮食作物，大家也会觉得吃得怕怕的。那嘉义市在生活废污水这个处理的部分，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目前嘉义市的那个水资中心即将完工，所以目前的话，我们用户接管率已经破0了，陆续在进行那个污水的那个收集。所以比较市区这边的已经1期、2期都做好了。没有，还没有。我们现在是在1期，就是说第1期的那个污水下建设第1期。是。这个地区是属于第3期，然后我们会那第3期的期程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121年。就是说这个地区的话，它这几年来因为有重化，所以比较就是说经济活动也比较有在发展这样子，也比较多的那个住宅，所以的话我们会研议将跟营建署协调，就是说将这一个区域纳入第1期的那个实施计划，希望能够在109年，就是说它第1期的那个实施的期程里面去执行这样子。我这边手边的96年的这个水规所的这个水质检测报告就告诉我们说，这边区域的这个水质都得到中度跟严重污染，这下去都是嘉义县哦，所以你们的农田啊，你们的什么这些水体啊，都受这样污染。那就这个区域的流域的治理上面，或是流域综合治理上面，你们会去跟嘉义县市这边去做什么样的联合治理吗？那其实它上游的生活污水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它会顺着这一个皮马角这个排水的水系，会流到我们下游的太保，还有更下游的我们相关的这个乡镇市的这一个污染。水上啊。那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皮马角排水旁边的这一个皮马角皮。它其实是一个目前算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滞洪池。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兼顾景观以及它的湿地的这样子的改造，让它有一个自然净化的一个调整，我觉得未尝不可是一个县市合作的一个沟通那个界面。我想要再请教一下杨清良杨大哥，我们这3个治水管水的单位，当然站在各自的权责分工上面，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单位的这些规划跟想法，可是对民众来讲，就这都是政府啊，就是让一条水啊从上游到下游啊，我哪分说这么多不同管理单位，我泡在脏水里就是泡在脏水里，泡1天也是泡，泡3天也是泡啊，你怎么看呢？其实刚刚副座讲的，我是建议嘉义市这边，当然那是中央有一些期程，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计划，既然你淹到水，你污水这么严重，那五合集这边也愿意来配合的话，就这个及这个碧马角周边，环境改善计划，这个是单独一个计划，可以共同来推。只是说嘉义市愿不愿意，嘉义县愿不愿意，五合集愿不愿意。那我们也告诉各位，就是说，这几个两个县市中间，2个社区发展协会1个里办，然后嘉义县这边也2个至3个，那共同有5个里。跟文化协会可以共同提案，那可以做背后的力量。老实讲，就让他们干净嘛，因为我知道很容易。你说淹水好久了，你说这几天你去看，科长跟我们讲，明天就整个疏浚完毕了。你说呢？问题在哪里？我们上中下层没有协调，那往往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老百姓是每一天的。所以说，我觉得是可以行，只要大家都拿出诚意，共同来解决是很快的。谢谢。好，谢谢。那我要请教我们张顾问，就是说，杨大哥也许从这当地居民的角度来讲，可是我刚刚讲，水规所在民国96年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边的这些水体里面的这河川的这污染指标是重度到严重污染。那就生态来讲呢，常年的这样污染，这些没有处理，然后这边是农田是
我看这是良田万顷哈，可是也是污水到处窜流。您怎么看？您怎样帮自然环境、帮生态说话呢？一高这边这边涵孔不够大，所以这边淹水嘛，对不对？那我们这边是在一高的西边嘛，对不对？对，嘉义县在西边，嘉义市在东边。那我们这边到底有没有淹水？还是渔寮里也有淹水，只是退的比较更快一点。那我现在这样，我讲一个要怎么处理这些一个大原则了，好不好？在这一个地方那你想办法这个涵孔想办法要扩大，那可能还是不够。不够的话，刚刚讲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地方，那大概就是什么，当做一个滞洪池。滞洪概念。对，滞洪池。那么这个滞洪池当然深度可能要深一点还有。滞洪池做了之后，你要跟外边这种连通一定要做好，不然它的效果会很有限。那么这一部分，那我们这边西边的，那么西边的怎么样？如果说还是这样淹水的话，那我想我不太愿意说刻意去挖滞洪池但是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有些地方是比较低洼，那么过去就是滞洪池的地方，那这一部分地方怎么样？应该想办法把它再疏浚或拓宽，让它重新发挥这种功能。那这样的话，你不会动到太多，就是这一部分那这是合乎自然的嘛那另外，我想我要提醒各位的这一个一高在这边，那我们这边水好像流到这边，后来都是什么这个马医寮排水，那么后来是不是就叫嘉南大郡进入就是这个不溪？对不对？对，就牛稠溪嘛，对不对？对。那我想我提醒各位我们平常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是落大雨的时怎么样啊？会淹水是什么？是这个河道水位上涨。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堤防做越做越高，要挡它。但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做堤防之后，你想。都是说前面有敌人，我不让他过来。用围堵。但是你跟他围起来之后怎么样？你后边你这个区域来对自己会不会下雨？会所以这种下雨的话，会产生一个什么叫做铁窗效应？铁窗效应就是说列处，你怕小偷进来，铁窗拿做这样，但现在你也出不去。铁窗没有多少，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里面失火或什么的话，你铁窗在那边自己卡住。出不去，这个是我们普遍见到的问题。内水出不去，外水又堵进来的时候，这淹水就变得非常严重。那是不是说，我们先把这内水既然出不去，是不是有些滞洪池先把它留在这里面？那这一次的这个淹水里面，也讲说，高雄好像挖了不少滞洪池，这个成效好像还不错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挖滞洪池条件？我们记者也有去拍一些这个滞洪池我们来看看一下点宝溪的滞洪池这个袋子。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在做这个太阳光电的这个使用这是点宝溪的这个滞洪池。那目前看起来是说这个地方，那也有乡亲说那你这个拿来做这个太阳能光电这个发电使用，好像是要滞洪池是要多元使用了。当然这个土地利用的方式。好，我们看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杨清良杨大哥，就说点宝溪滞洪池这样的多元的使用方式，那点宝溪滞洪池的位置是不是真的适合来做滞洪池？那这个滞洪池您个人认为这评估效益大不大？这种概念，我个人来讲我不鼓励啊。你不鼓励？我不认为它不对啊，我认为它不对。你想一想，一个滞洪池你征收的土地要多少钱？然后淹水就那几天，比如讲嘛，一年你淹水有没有15天？那15天扣除外，那个环境你只是做这个用途吗？我们的经验，我们在这里做的实验10几年了。我们淹水来的时候，它照样淹到路面，整个满满的。但是因为有疏浚，所以它半天左右，它都通通消退掉了。那剩下的这里面的树长得很好，因为它不怕水的。里面的溪，我们固定的河床水位有固定，所以它水一退，我们养羊、养鹅，那可以社区里面可以产出啊，这是最自然而且最环保的。
那我们看看别的地方这个点保的滞洪池有多元的利用，好像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但是这个刚刚这个杨大哥讲到，就是说事实上在地就有类似像这样滞洪池的概念，目前正在做。那情形是怎么样？怎样拓宽河道？怎样去做疏浚，也达到类似滞洪池，但是不用征收这么多民地，而且征收的这些土地之后挖掉的这些土方又要找去一个田方把它摆在那边嘛哈。那目前地方上港委里有在做，我们这个皮箱里也想要来进行。先看看在地经验是什么。台北五寮保安宫33国王庙对面是五寮位置的区域，咪系台糖软体。2009年，今年土卡地府的猥琐有种归太平的控制手，来到收纳地度保留本来的水路，手下含有血污染通路，无体关起来。平常时喺收纳下降落太热时，只系气缝空间。在我们这一个平地造林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平常的一个滞洪池。那么你今天把我们的滞洪池的水留着，留一些水，然后底下的区域就不会淹水，就是说把那个洪水就是说分摊的去做那个蓄储这样子。五寮文化协会认为，控制手的手法是做刀柄，种植咪是做发财，本是唔点本树尖到铁线，是做气缝的空间，咪是从草林下经济。所以头礼拜823热带地区2月潮太豪雨，虽然冬天没有淹水，但是东江是推撇。它水淹的高度差不多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的高度了。那从这边看下去哈，整个那边就是都是水，因为那边比较低了嘛，那水就淹得很高。那到那一天晚上，差不多深夜的时候，整个这一条路就已经水都已经退掉了。就可以通行了。日记看到五寮10年来的成果，公每日居民每青年挖开拆了多年的排水路，作弊来做出河坝的高地政策，含有泵水，使得流落街降低水流的流速。下降落太热时，水某一下子大起每节造成淹水。它这个做好了以后，这个可以调节那个水，不要一直给它冲下去嘛，那下游就不会积水啊。可以控制啊，它可以慢慢把它累积在上游。如果雨退了，它才慢慢再流下去呀。居民讲，新造720公尺的排水系统，只希望从河坝清开来，泵水是流落街。土水流到太海之前，是从草空间流到流体方做有效的利用。好，刚刚新闻影片里面看到港委里把这个平地造林、台糖地平地造林也当作是一个滞洪池的一个概念来用哦。我请教一下总干事，你们怎么样来做这整个这个黄厝港中排整治计划的？那个黄厝港中排，它是新鼻大排的上游，已经依居了60-70年了，一直都没有在使用。那这一次823的水灾的时候，新皮大排就在劳工住宅那个地方就议题，好，那议题的话，就也造成说那边也淹得非常严重，大概1.9公尺的那个水灾。那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已经荒废了这么久的那个排水系统都没有在用。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很感谢那个五河局跟嘉义县水利处，他拨给我们的预算，我们就做第一期的整治。在一段里面有一个固床宫，固床宫里面就保存了部分的水，啊，那两旁的话，我们计划要建一些那个像落羽松之类的一些植物，比较耐湿的这些植物。对，耐湿的植物，这样子的话。除了它本身有滞洪的功能，因为目前我们是挖3公尺，就是3公尺的深。我相信这一条那个水路疏通好的话，会是我们嘉义县一个很好的，可以让老百姓可以再来这边休闲的，还有甚至于很多小朋友。跟那父母可以来这边钓鱼呀，干嘛？它有很多的功能。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嘉义县水利处主任，就是说，不管是我们鱼寮里旁边、鹿营这个地方旁边，或者说是港尾里现在要做黄厝港中排，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水域的这个治理来看，那县政府有去盘点出说类似啊，假设从这真的做得很 OK 的话，去盘点出有哪些河段是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做这样的利用，然后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治水的这个部分。你们会去觉得说这是一个值得学习，或是当做一个示范点来？这个鱼寮还有港尾里这个黄厝港这个排水的这个整治计划，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2个例子。在这里面，除了做治水还有景观之外，它其实还结合了生态，还有一些污水处理。其实刚刚有提到，对，我看他种了好多这些是可以让这个滤清这些污水的这些水生植物。对，它其实它周边这边的部落所产生的一些生活污水，它有它的阶梯式的一个效应，它会有一项我们在污水处理厂在做污水处理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利用这些孔隙来做一些自然的停留时间的效应，来把这些污水自然做净化。那再加上这些有一些那些阶梯跌落的一些效果，它就会有增加一些曝气的一个效应出来，所以它其实一个兼顾治水还有处理污水的一个蛮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例子。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场乡亲还有没有对这一次的淹水有意见的？好，这位大，塞船是那个皮箱那个比马卡比啦哈，比马卡比它的北船是泄洪道，塞船是往西边。它是一个灌溉沟渠，而且它的灌溉沟渠是非常的大，有些宽的有20到25公尺，整个到接到那个马医寮大排是没有经过高速公路的，是，它是在高速公路的东边，所以这一点是它可以分洪的效果是非常好，只是因为那个比马卡比它淤积的很厉害，所以这一条水道就一直没有办法使用。这条水道非常大，溪川是在这一边，然后它这样可以一个泄洪过来，在这边就对了。那边有将近1-2公顷的那个水沟都全部被占了，那个宽的地方甚至于宽到25公尺，那个是一定要清的。这个占耕没有好好去管理，然后清淤没有好好来做，所以整个这个水利会有很多沟渠，就是在1/3左右的通水断面，也是确实造成问题啊。那还有哪一位大乡亲？好，这位大哥是不是好？您先说。那其实我们这一条港底的水路，我们已经经营了差不多将近10年左右了。好，那从我们一开始的去用堵的方式，去想要把水流下来。到后来我们的那个五河局跟我们在前年跟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就是说把我们的河床就是说把它拓宽，然后在里面做了2个固船工，那这样子它所产生的一个效益啦那就是说第一个它把水留住了，它做了固船工之后，在那个枯水期的时候，它就把水留住了。那么我们沿港底的那个水域2旁的一个农田，就在枯水期的时候可以抽它的水到上面去灌溉。好，那么在那个洪水期的时候，那我们做了一个平地造林，就在我们的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做了平地造林。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底下，就是说我们河里面我们可以放养一些，就是说那个鹅，还是说做一些那个简易式的一个水产养殖。那林下我们就是说它可以有绿草，我们可以养一些羊，养一些牛，那可以做一个经济的产出。那么它的木材我们可以做一个那个有用的一个那个基材。其实这个是一个算是3赢的一个方式啊。好，谢谢。好，我看还有这位大哥。我要来讲的是咧讲这臭狗仔水。拄则咱这位杨先生嘛甲咱主持人嘛有讲伫迄个北川，迄个水非常的臭。因为咱这水的来源是为咱嘉义市的中央大排为遐引来大溪厝灌溉。了后，大溪厝灌溉村的水，才流落咱这个比马卡排水沟。所以
因为要做一个北川洞咧，所以迄个围市内出来水拢是臭的。所以讲大家厝农田所用的水拢总是臭水，所以我希望讲，咱市政府即马虽然有咧接管，要来甲净水问题，你从嘉义市所有的水，拢甲引起招收啊净水厂，甲排落破主溪，对大溪厝以后无水好用。以后无这个灌溉水好用，我是建议讲，咱的市政府会当伫咱的迄个港坪国小的南边有一个球场，伫遐咧营运，毋知咧创啥物，吼，甲咱的这个市主学校，拄啊好咱这个大溪厝别圳的迄个引水的间啊，这两个所在落去做一个简单的净水设备。将这个中央大排水引出来，甲伊做一个净水的处理了，互大溪厝所有的农田灌溉，会当用着清澈的水。好，谢谢。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嘉义市政府这边听清楚，就说其实中央大排整个废污水没有处理，都进入了这边的大排进来之后，大溪措是用草稿啊注意在那边灌溉，然后那下面的这边也都泡在那个臭水里面，事实上是问题很大的。我们当初有跟水利会讲过，我们引中排就是那个家庭废水，他们的水权没有包含家庭废水的部分啊，对啊，所以我们水质净化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灌溉，因为它的水权没包含家庭废水的部分。如果说在你们有一个净水的设备之后，那干净的水可以有可能给他们这个农田灌溉来使用吗？其实我们是不反对啦，但只要是说那个水质可以用的话，其实可能有相关的那个哪些需要检测，这个我们可能不清楚。那如果说是水质检测后可以用，这水权可以给出去吗？如果就是说跟那个市政府洽商协调，应该是可以协调了。那我想我们就先请我们台上的来宾，就今天相信有很多提问，然后也有很多建议来做一个总结跟回应。那先从这个嘉义县这边开始。地方政府在做这个不管是治水或者是污水的这些处理，其实我们都是要依循上位的一些相关的计划。那的确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在早期比较缺乏来跟民众来做沟通协调。那现在渐渐的也开始在跟民众来做一些沟通协调，尤其跟我们这些理事长这边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拜访，还有一些互动。治水它的确在目前的相关的法规和法令规定之下，它有它的治水的权责的区分。那其实不管是前瞻计划或者是之前的流动计划，其实它都是延续性的一个治理的一个计划，只是说它的特别条例的名称不一样。而且它在水环境里面也加入一些工作坊，还有一些生态检核的一些机制，要跟民众来做一些沟通协调的平台，把这些东西的机制平台建立起来。那未来在治水的方面的困扰，希望可以比较减低一点，也比较不会造成民众的一些疑虑。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五和局这边，因为0823以后，我们发现我们以往大部分都是杂草清除，然后这一次又卡了很多的垃圾比如说还有很多的垃圾，因为淹水出来以后就会垃圾，然后我们以后经过这样以后，我们就赶快去做清疏，我们在明天也会完成。最后我想请教张顾问，就是说我们来看一张这个3个不同时间点的这边的一个水的图了哈。当然是说这上面是马屿寮大排在这边出来之后，上游是牛稠溪，下面是朴子溪，这边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河川腹地。2010年的时候，这边是绿油油的一片。2015年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河川淤沙在这边。那后来因为淤沙之后，这边可能就是水流会这边是一个攻击坡嘛，这样流下去。我们看到有一条新的水道出现了。我们到底是在治水防水的时候是要把水阻绝掉呢，还是我们学习与水共存，甚至是说不要与水争地？这才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从生态上面来看，对人也好，对生态也好是两利的。我有3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希望说我们公家单位你们大概还是没有办法说直接跟上打天听了但是还是要向上反映怎么样？就是在全台湾要有一个全方位的总量管制。
这个全方位总量管包括什么？你国土规划，还有你的水电物资的供应多少啊？再来就是做我们这样无穷尽的开发，经济开发之后怎么样？水土空气污染都来，那么老实讲，这个是什么？这个主要是我们政府一直在迁就这些工业开发这些，但是我们这边大部分是农民嘛，所以我们整体讲起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我建议说要有一个全方位的总量管制，这是很重要哈。那么第二点，我想我们要有自知之明了哈。台湾是什么？台湾3高税级，人口稠密，这全世界第1、第2这么多。那么各位还要知道什么？台湾的每一条河川也输沙量，就说上游搬来叫输沙量是全世界平均值的100倍，全世界遥遥领先的。所以每一条河川就像那个上边有泥沙要下多少？这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去克服，尤其在温室效应的话，这个问题会更严重。那我最后提一个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不要后代子孙遭殃的话，怎么样？自己一定要过比较简朴的生活了啊！你不要跟政治人物讲我什么 GDP 国民总一直要往上冲，往上冲的话，一定是什么自己或是自己后代受害了。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过简朴一点生活的话，那这样我们才有救。好，谢谢。我们跟水拿走了土地，有一天水它会要回来。这也许不是一条新的河道，是以前的河就是走这条路，只是它现在又再回来了。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地方是嘉义市跟嘉义县所交界的地方，它有天然的河川，也有区域的排水，也有甚至农田灌溉的沟渠。因此，它管理单位呢，从市到县到中央，甚至中央的经济部水利署跟中央的农委会，非常的多。到底是水下太多了，还是管理单位太多了？大家分工负责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都把自己工作做好了。可是横向的联系或上下的联络，是不是不够呢？这个地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区域，它是鱼寮里。什么叫鱼寮？以前这边是个鱼寮内海，史前人类就住在这边，所以有贝种啊，有这个鱼骨头这些化石出土。它叫港尾里，它本来就是可以行走的一个河港，所以本来就是跟水共同生活，会有皮马角皮，这个皮就是其实是池塘的意思，会有皮箱里，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水塘，这叫头港里，叫大溪错。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个比较低洼的地区，与水共存。可是当人类的开发遇上了土地开发，甚至产业开发之后，我们讲利益2个字，我们只着重在土地的利益跟产业的利益。可是我们只有讲利，并没有讲义。什么叫义？就是对土地好，对环境好，对生态好，当然对人就好。所以整个的思考观念，也许就像刚刚张顾问讲的，我们也许要开始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或者不一样产业的发展的方向，甚至是要更上为国土计划去做更全面的盘整，才有办法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在比较低洼地方跟水一起生活。我们虽然可以忍受一时的被水浸着，但是很快的水退去之后，我们可以恢复原来的生活，把人民的这些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像讲到利，讲到义，都大系土地的利益、产业利益，比方头前呢，也讲义两件事情。对大家都有好处，两件事情而神来向导，啊，像对大家都有好处以后，让做得到所谓真正的利啦，哈，像今天村民台币提供大家用应该思考的方向，要带领关心一样的问题。下礼拜将持续收听村民台币什么他感知谁？谢谢。